台中巨蛋的预算本底是65亿，已经追加到将近100亿。台中市政府本地按算7月11就要完成标案，也毋过后来要延到8月初1才要开标。有立业议员就质疑讲，安尼到底什么时阵会当完工咧？也毋过南业议员是认为公告期延长，互厂商充分来了解，安尼嘛较合理。 未来正做指标性的室内运动场馆台中巨蛋，今年3月底通过审议了后，甲本地编65亿，搁再增加34亿，总经费来到99.98亿。市政府打算讲，这个月10日要完成招标，不过开标时间搁再延到8月初1。立赢的议员就质疑市政府的执行能力以外，也烦恼基层会受到延迟。他的追加这么多预算，讲了很多理由吧？这个理由我们都接受了。问题是你什么时候要一个？ 好的鸡蛋给我们市民。不过，内业机关认为台中巨蛋预算追加超过5成，这预算真济，而且工程相对较复杂。虽然开标延期，不过对整体规划和施作会当相对较谨慎。厂商如果有提出任何工法不懂或者呢不明白的地方，市政府本来就有责任、有义务呢，应该公开的去跟厂商做说明。 台中巨蛋对去年5月到今年1月已经6届流标，市政府表示，因为着原物料起价也个人力成本的市场行情，而且考虑到物价指数，甲这预算一届保护低，期待未来会当加做符合国际标准的运动场馆。台中市政府表示，讲延长标期是符合采购法的规定。 经规设单位调整预算书、图说规范等招标文件后，依采购法规定办理更正公告及延长等标期。台中市政府表示，除了起的成本有波动，工法甲设计也真复杂，厂商若准有疑虑，市政府也会公开解说，互想要投标厂商加一寡时间准备，也强调8月初1会照时间开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